2016年高中毕业，家里经济困难，父母想着借钱让我出国留学。亲戚说不要给孩子借钱，他会给你们丢脸，会闯祸。我爸决定让我出国。那年坐上去北京的飞机，踏上了北京之旅，望着北工大大门，想着终有机会证明自己。父母每月给我生活费，他们的工作不稳定，我很理解父母，这并不容易。我认真学习，终于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了全额本科奖学金。不会再有人说我啃老靠父亲了，因为我家乡的成年人大多靠自己养活。我不再依赖别人，可以用奖学金生活了。我学建筑，我的专业很难，但我喜欢。我每天都在专注学习，课余训练巴西柔术，加入国家队，共获得了24枚金牌，获得亚运会参赛资格。学习也是如此，赢得了无数的奖项和奖学金。现在大五，通过了毕业答辩，并获得了优秀毕业设计。回国参加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考试，并获得了同济大学硕士全额奖学金。我为大学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坚定自己的方向，不断地超越自己，相信自己，前途终会光明。奋斗、拼搏、向上，生活终究不会辜负你。那些洒下的汗水，历经的困难，会成就独一无二的你。心中有梦，眼里有光，就会达到梦想的彼岸。我会一直坚持自己的方向，荣归故里，为祖国建设贡献智慧和汗水。